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台中大理这个行人路，有一栋是人家透天厝，煞逐工拢安尼人来客去，嘎嘎滚，这实在是真无正常。附近的民众感觉真可疑，向警方来报案。这警察是埋伏搜证，发现这个现场的门窗拢是关甲咧目字字，阁有按滚牙机的监视器，怀疑这是职业的搅场，找到适当的时机。攻入去这个搅窟，当场抓到负责人，甲21个搅卡等咧跋筊，拢总移送法办。规定便衣刑警冲入人家厝，一日看警察伫跋筊人拢共去，随双手举悬，鼓励乖乖配合调查。武汉警方接到民众检举，伫大理的新人路有一间透天厝较吵，怀疑讲内底有人伫跋筊。确实有多位民众先后进入民宅内并且有较大量的一个饮料。那现场的门窗紧闭，而且装设有多支的监视器。那我们研判该民宅为职业赌场的。警方排好时发现讲，这间人家厝不是有无共款的人出入，佫是用叫物件来食，看到讲这是职业交警。看警察来入去出来到底是警察还是人？是内底的人嘛？搞不清楚，因为有些人穿便服啊。警方当场抓到姓王的主嫌，甲21个跋筊的人，佮查扣天九牌等等的物件，以及50几万的现金。将这个王姓负责人依赌博罪来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。那赌客我们就以社会秩序规划来采取。警方讲，这个人伫台中各地开交警，头一摆入去大理区开交警，就有警方抄到。做过披露了后，警方将姓王的主嫌依照跋筊罪移送，21个跋筊人是依照社违法处理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